真侪人想要生囡仔，却是无都如愿生袂出来。啊，讲到未生，民间有一种讲法，就是这个磅空的贯通酒讲有助因的效果。在塑化界备注磅空绿色贯通了后，这个贯通酒就变成绝版品啊！咱阳博物馆特别举办第日施工特展，佮准备800份的贯通酒放伫这个机台内面的，互民众呢落钱，就使将观音甲人水隧道这个贯通酒砸上去。 为期待内面摕出来鸟蛋，互民众真欢喜。一个塑化钙的贯通石。原来这个机台内面放的拢是一粒啊一粒小小的贯通酒。现在的人很多人都压力很大哦，那个怀孕不容易，所以这个可以送给好朋友，他一定会很喜欢。 这是咱阳博物馆的创意，将库存的塑化钙、观音甲人水隧道这个贯通酒，放伫机台内面，互民众使炸上去。代表我们希望能够带来一点好运，这样能够事事顺利。其实这个鸟蛋只是特展的一部分，咱阳博物馆举办的第日施工特展，规划5大展区，带民众去熟悉宜兰丰富的地质景观。哦，真的不错，我们认识了更多的地质啊。 透过导览员的介绍，还有互动的体验，会使了解塑化钙施工的过程有偌辛苦，更加学晓珍惜甲爱护这片土地。